各位15同胞，大家们晚上好。那么今天想跟大家做一个直播，主要是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呢，其实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都还没跟大家聊这个课题。主要是我本身呢，一直在寻找答案。在我还没有答案之前，我无法做个直播跟大家做个交代或者交流。那么这个主题是什么呢？这个主题就是所谓的，就是 MySejahtera。MySejahtera，在我们开始打疫苗，其实还没开始打疫苗，我们就已经在这个年初开始注册 MySejahtera， 有意打疫苗。但是当我们进入施打疫苗这个阶段的时候，从2月开始进入施打疫苗这段时间开始的时候，很多人就发觉到 MySejahtera 有问题。最主要就是在电子认证，在一些的讯息，在预约方面都有很大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也酝酿一段时间，也有很多人都在找我PM 我，或者是打电话问我该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最主要就是在我们打完了2剂疫苗后，这个 MySejahtera 问题好像变本加厉，好像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很多人打完了2剂后，电子认证找不到，下载不到，甚至有些人已经有了但是不见了然后第二种的状况呢，就是很多人他们打完了2剂疫苗呢，这个 MySejahtera 里面显示出来的可能跟他实际的又有出入。比如说姓名不一样啊，日期有错啊， IC 有错啊，等等各样的问题，非常混淆大家。我自己也是很着急，我曾经去问这个卫生部到底要怎么去解决呢，或者去问一些的上头负责人，他们都说这个 MySejahtera 你只能透过里面 MySejahtera 这个应用软件里面的 Help Desk， 你写一下，你 complain 一下，他们会修改。有些人比较幸运，可能这样子 email 电邮给他，或者透过 MyDesk 里面把申请修改一下，他们有很成功拿到他们的所要的答案和协助。但是绝大部分我知道的人，虽然我们有叫他们用 Help Desk， 打开 Help Desk 然后去修改里面，但是很多人都是等啊又等，等到花儿都谢了，问题没有解决。所以这个特别是老人家，他们很着急啊，他们这个忧虑放不下。虽然我们都有这个疫苗施打这个卡，白色的不管你是打科兴还是打这个辉瑞，你都有这个疫苗施打的卡，里面写得很清楚那么这个问题呢，越来越混淆什么呢？特别是我们在市务那么今天我这个视频也特别针对市务方面来说。那么我们市议会已经开始实施了。中央市场市议会，只要市议会的菜市场你没有施打至少1剂疫苗，你是不能够进去的。那么市务一些的超市，一些的餐厅已经开始实施这样子的入内消费的这规矩。就是说如果你无法显示你这个施打疫苗的记录，你是不被允许进入这个店内去消费的，去光顾的。所以很多人很着急，因为他们的电子认证 MySejahtera 电子认证找不到，他们觉得说拿手机显示这个 MySejahtera 电子认证是很方便，但是他们却没有。那么有些人是卡呢弄丢了，这些我都会跟大家解释一下怎么去面对，怎么去应付。那么有些人要出国的，他们也着急了，因为他们 MySejahtera 里面明明完成了2剂疫苗，却没有这个电子认证，很着急。
但是我想在这里说一说，电子认证呢，其实在国际上还没有马来西亚的电子认证 MySejahtera 电子认证，基本上在国际旅游上还没真正派上用场，所以大家在这方面不用焦急。但是我们还是要解决到底 MySejahtera 这问题是怎么解决呀？要怎么去处理呀？那么为什么 MySejahtera 会出现这些的问题呢？除了之前系统它还没完整，还有很多资料的紊乱，所以出了很多状况。那么最近呢，我还在寻找这个答案，到底 MySejahtera 里面的问题要怎么解决？那么我问了许多的一些的卫生部的官员，然后我拿到一些答案，就是为什么会出错，到底发生什么问题？那么主要几个状况。第一 ，MySejahtera 里面可能是内部他们在输入你的个人资料的时候，跟你自己登记的这个 MySejahtera 的个人资料，比如说姓名，可能登记错误，现场登记错误，这是太劳累了打的错误。那个其中最普遍的，可能 A 变成 E，可能少了一个 N 没有 M 等等，这些的状况，名字不对，日期不对等等，这些是人事上的因素这个输入，这个很容易纠正，待会儿告诉大家怎么纠正。那么第二种状况是什么？第二种状况是有些 MySejahtera 使用者是用自己的电邮来注册 MySejahtera， 但是到了现场施打疫苗的时候，他是用手提电话号码、联络号码去登记施打疫苗，所以当你打了疫苗后，这个现场的这个资料，这个电话号码123456778，跟你这个 MyKediang、gmail.com 这两个的这个系统不能够认识到这个其实是同一个人，所以你的施打疫苗后的那个资料没有直接 update 你 MySejahtera 这个户口，你用电邮地址注册的这个户口，所以在系统上无法认识到这个其实是同一个人，这个只是其中一个例子其中一个例子。那么第三种状况是什么？第三种最常见的状况是，比如说你今天这个你等不及了 ，MySejahtera 给你预约，你等不及了，你想说看一下，透过那里帮你安排，先去一个地方试打疫苗，有没有？之前很多人想说等不及了，这个怎么 MySejahtera 都没有消息，没有预约，那么我先安排去室内体育馆赶快打一下，但是可能你明天去试打疫苗的时候，你正要去的时候，你的 MySejahtera 已经给你预约了，是在狮梧的民众会堂试打疫苗。那么你去室内体育馆试打疫苗后，你没有去民众会堂，按照 MySejahtera 预约去试打疫苗，你整个系统的资料出差错了，那么这个 MySejahtera 这个电子认证就跑不出来了，因为它没有这个系统没有认识到，其实你是换地点去其他地方，去不同的地方试打疫苗，所以在这方面呢，之前我为什么一直鼓励大家等候 MySejahtera 预约，按照 MySejahtera 预约去那个地点施打疫苗。虽然你已经拿到预约，可能在某个地方拿到预约了，我还是劝告你说回家吧，你等那个日期，按照 MySejahtera 的预约去施打疫苗，这样子你的那个电子认证不会出差错。那么第四种状况是什么？第四种状况是沙劳越的状况。沙劳越因为之前呢，我们为了施打疫苗快速施打疫苗，这个施打疫苗率要快，特别是去那些郊区、乡区，因为你去郊区、乡区呢，你这个网络呢没有这么好，所以许多的这个流动疫苗接种站呢，去乡区、郊外、去邮中吧里面帮人家施打疫苗，都是用 offline， 就是不是线上的，不是直接线上 upload 你的那个资料，而是 offline。所以这个方面呢，可能你的资料，你这个电子认证呢，这个 upload 这个更新呢，可能会稍微比较迟一点。所以这个是沙劳越状况，因为沙劳越地
地广人稀，我们要去郊区，要去山区帮人家施打疫苗的这个资料呢，上载呢是比较慢一点，我们用了很多 offline 的做法，所以在这方面呢，这个资料没有这么的快更新，也可能会出现一些差错，但是不要紧。今天，我很高兴能够做这直播，告诉大家，我终于找到可以解决 MySejahtera 问题的管道，终于被我找到了，也是前2天。那么可能你们在报纸上看到说，陈明志希望安排跟15的这个卫生部安排做这个 MySejahtera 这个服务柜台开放给民众来纠正你的问题。其实现在我有了这个答案，我就告诉大家，大家自己也可以解决，所以不需要这个所谓我之前所提出这所谓的 MySejahtera 的这个服务柜台，好不好？现在我接下来就要跟大家讲到底特别是我对不起，抱歉，我要强调一下，今天我所做的主要是针对给15的同胞我给大家资料也是给这个15区的，但是呢，其他沙劳越其他部分的这些同胞们，你们看我的这个流程，这个解决方案的这个管道，大家也可以在你们自己本身的你们的这个地点呢，这个地方呢向有关当局要求这些的管道，好不好？现在我就开始。那么主要呢，先跟大家讲这个解决 MySejahtera， 在15解决 MySejahtera 就是要透过这个15卫生部热线019-815-9608，019-815-9608，大家把这一个号码赶快写下来。但是呢，我必须强调这个是这个 WhatsApp 而已。WhatsApp， 你不要拨打这个电话号码，因为这个号码呢，主要是给大家方便，透过什么呢？透过这个 WhatsApp， 你们可以透过这个 WhatsApp 做什么呢？好，我现在教大家怎么使用这个 WhatsApp 管道，这个热线去解决你这个 MySejahtera 问题，这个好不好？019-815-9608，这个只限15的。这个是15的这个卫生部的热线 WhatsApp 热线。好的，那么当你有了这个号码的时候，你该怎么做呢？你就是发你的资料给他们，相关的资料给他们，好让有关部门呢能够有你的足够资料，帮助你纠正你 MySejahtera 里面电子认证的问题。首先，第一个文件你必须发给他的是这个卡。这个卡，看得到吗？这个卡，这个是科兴的，这是科兴疫苗卡。当然，你这个辉瑞的卡好像是这样子的，你也可以一样的你 snapshot 了 upload， 透过这个 WhatsApp 这个 hotline 这个热线呢，你发给15的卫生部。第一个这个是这个文件，你要发给他们，这个文件就是你的这个疫苗施打卡。那么疫苗施打卡里面呢？里面有这个你第一季、第二季的这个日期，第一季、第二季的这个地点，所以这个卡的资料很重要。大家可以用这个 snapshot 这个卡，然后上载 WhatsApp 给15卫生局，这个是第一个的资料，你必须发给他。那么接下来呢，你发给他什么呢？这一页，你要发这一页给他，给这个15卫生局。卫生局发这一页给他，让他们知道你的确有完成了2剂这个疫苗有完成了2剂疫苗。好，这个可以 snapshot 这个snapshot 上载 WhatsApp 给15卫生部，刚才那个电话那个热线。那么接下来下一份的那个资料什么呢？你自己个人的 IC， 还有很重要的你的联络电话号码，好让这个15卫生局知道可以联络你这个你的 IC， 你的 IC 很重要，因为很多人好像我说的这个 MySejahtera 虽然你有收到电子认证，很多人也是跟我反映他们的名字打错，他们的 IC 号码错，这些是很严重的错误，所以大家一定要纠正。如果你遇到这个问题的话，你要上载你的 IC， 你的 IC 里面会有清楚看到你的身份证号码，你的正确的这个全名，这样他们可以帮你纠正它，好不好？那么当你把这些
资料都上载上去的时候，你可能可以写一下到底什么问题，你的电子认证什么问题，你面对什么问题，透过 WhatsApp 事务的卫生部呢，会把你这资料帮助你进入他们的电脑的资料里面，帮你解决，这个很重要。那么如果你是电子认证里面的资料出错的话，你就要上载你的电子认证给这个事务卫生部帮你看一看，到底你的这个资料出现什么问题。所以如果你能够把这些资料都上载到事务卫生部这个的热线的话，他们会帮助你协助你解决。那么你如果后来他们帮你解决成功了后，你拿到了电子认证了，你拿到这个电子认证了，终于拿到电子认证了。你这个电子认证还要 snapshot 一下，拍一下，上载给这个事务卫生部。为什么呢？告诉他们说成功了，你的问题已经被解决了，这样他们就可以把你的这个档案关了，就是说 case close 已经做好了，完成了，好不好？大家记得，你们如果真的成功拿到了你们电子认证，记得拍一下，发那个 WhatsApp 给这个事务卫生部这个热线，告诉他们说，你们的这个电子认证已经收到了，成功了，解决了，好不好？那么这一次的这个做法为什么这么做呢？我跟这个有关的负责人谈，他说其实是这样子，他们也理解到很多人面对到 MySejahtera 问题，那么特别是某一群可能是某一个日期，某一群的人在某一些地点试打疫苗的时候，整群的人面对到同样的问题，所以如果你能够开始 WhatsApp 投诉给这个事务卫生部的这些官员说，你的这些问题你列出来给他们，发这些资料给他们，对他们解决更多人的问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所以可能他们拿了你的资料，找了你是7月23打第二剂的，很多人7月23打的第二剂都出问题，那么他们能够协助他们去重新看7月23那一天在那个地点试打疫苗，到底这整群的人到底在系统上他们出现什么问题，他们可以帮忙整群的人整批的人去修改他们的资料，好让每个人都有正确的这个电子认证。所以我认为现在我们事务试打疫苗已经几乎要打完了，覆盖了基本上在事务有资格试打疫苗的人，我们已经打了超过 95% 了，第一剂 95% 了，那么第二剂呢也是接近 80% 了。所以我非常理解大家在 MySejahtera 这个电子认证上有很多的问题，但希望大家这个时候这一次呢，我为大家去做了一些功课，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使用这个的热线把你的问题，把你的资料，刚才我所说的这资料上载，透过这个 WhatsApp 给这个事务的卫生部，给他们知道你的问题。那么他们会在短期内回复你，把你的问题解决掉。但是呢，如果你的问题是关系到你的姓名出错，你的日期出错还有什么还有你的 IC 出错的话，这些稍微你要等一段时间，差不多2个星期，会比较慢更新。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必须跟这个 MySejahtera 总部那边确认一下，希望说你这个身份证号码是对的，你这个名字是对的等等，这一些方面稍微需要一点时间去做调整和更新，所以希望大家耐心。但是最重要的，像我刚才强调的，大家必须把大家的这个问题投诉，发这个 WhatsApp， 不要打电话，发 WhatsApp 给事务卫生部这个 KKM， 好让他们知道你有这个问题，他们帮你解决。那么刚才我说到的有一些的试打疫苗，现在试打疫苗基本上都是登门登记试打疫苗，你们可以不用顾虑的到底需要预约等等，没有了。现在基本上不只是15，其实全沙劳越基本上都是登门了，就是 walk
walk in， 不需要 appointment 了。你有什么需要施打疫苗的 walk in。如果你错过了第2剂 walk in， 你就是倒回去你之前施打疫苗的这个原来地点，就是 just walk in， 他不帮你施打疫苗。那么有一个技术性问题是现在的这个 Sinovac， 就是这个科兴在施无这一方面，有些人可能第2剂科兴还没打，那么糟糕，现在基本上我们都是在打辉瑞那你去那里打科兴呢？据我所知，在施无这一方面呢，唯一你可以打到科兴那一天，记住那一天很重要，就是8月20日，8月20日来临，8月20，所以就是8月20那一天有施打 Sinovac， 在这个施无的这个室内体育馆。施无室内体育馆有给民众施打 Sinovac， 就是8月20日那一天，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如果你只要打科兴，如果你只要打科兴的话，大家不要错过，因为那是唯一的一天。那么其他天呢，都是 Pfizer， 都是辉瑞。其实 Pfizer、辉瑞科兴呢，如果你没有选择性呢，我觉得说你最主要的、最原则的、最根本的就是你要施打疫苗。真的是苦口婆心劝大家要去接受疫苗接种，这个很重要。因为最近如果没错的话，我有看一些的报告，你知道你确诊疫苗，也确诊这个新冠病毒确诊有分为5期Stage 1 Stage 2 Stage 3 4 and 5，有五个阶段。那么第一个阶段呢，绝大多数你们看到那些被确诊的是 87.6% 是没有施打疫苗的。那么那些在第5期的，就是很有可能会死亡的，在 ICU 里面非常最严重的那个阶段，第5阶段呢，几乎 90% 是没有施打疫苗的。所以在这里非常的慎重的劝告大家如果大家还知道谁亲戚朋友员工劳工外国劳工也好，我不管你是什么背景也好，只要你要施打疫苗，记得如果你不晓得要去那里施打疫苗可以 PM 我，但是基本上如果你在施无的话，你可以直接到施无室内体育馆现场接受疫苗接种，每天都有那么除此之外，我们有一些的流动巴士也会到处去给大家施打疫苗。那么我们的这个流动巴士明天到那里呢？明天是星期一8月16会到那里，会到这个Sungai Merah 这个新珠安的情人桥旁边。好像七夕刚过七夕刚过，但是我们赶不上七夕，这个巴士赶不到七夕是在8月16日，就是明天早上8点到下午1点，在这个新珠安的情人桥旁边等着你们来施打疫苗。希望大家到时候能够安排，如果知道还有谁需要施打疫苗的话，安排他们到现场施打疫苗，好不好？那么还有什么问题吗？大家还有什么问题要问我的吗？记得刚才那个热线号码，记得，最重要这个热线号码大家要把它留起来看得到吗？这个号码019-815-9608是这个号码，很重要很重要。所以我看一下大家有什么问题吗？请问雪莉想请问，如果 walk in 继续打针，已经打完2针了，我买手上没有注册，没有显示那个黄色卡，应该怎么办？就是我说的，你赶快 WhatsApp， 因为你有那个施打疫苗卡，你有这一张，你一定有这一张，你用这一张 WhatsApp， 还有你自己的身份证、联络电话号码 WhatsApp 给这个我刚才说的那个热线号码，那么他们就会帮助你去解决你的这个电子认证卡的问题。好，等一下我看一下前面大家问什么问题感谢你把复杂的程序解，这个真的是我的内心里面的一粒很大的石头，终于我可以找到这个管道给大家可以解决特别在施无这一块可以解决你们 MySejahtera 电子认证的问题。那么在其他省份的朋友们呢，你们可以前往这个卫生部，你们可以去问一下
跟他们拿你们的他们的这个热线电话号码，你们也可以做同样的事情。因为其他省份我没有联络，没有资料，所以在这里无法给予大家他们的热线号码。好，还有什么问题吗？那么从外面 Eric Song 讲的，从外面回来的什么有机会可以打吗？有啊，只要你愿意施打疫苗，其他的没有问题，其他没有问题。那么最近呢，这个马来西亚这个施打疫苗这个总部呢，已经有开放给那些从外国回来，就比如说你从外国打了第一剂的 AZ， 从外国打了第一剂的 Pfizer， 那么你回来马来西亚还可以打第二剂吗？可以。最简单的做法就是，比如说你在15，因为我对15比较熟悉。如果你在15的话，如果你要打第二剂，你在国外打了第一剂，你在第二剂要打的话，你可以直接前往15室内体育馆申请打第二剂，因为他们要在这个程序上做一些批准后，才会叫你来打第二剂，不是直接 walk in 打第二剂。你到15室内体育馆可以做出你的申请，施打第二剂疫苗，好不好 ？OK， 还有什么问题吗？问题，给大家回答一下。那么这个12岁Wilson Wong， 那12岁到17岁什么时候才可以打疫苗？我相信最快的可以施打疫苗是下个月，而且应该是开始先为17到16岁的青少年施打疫苗，而且会安排他们在他们自己校园施打疫苗。在校园施打疫苗不代表说他们是回校，我不觉得沙劳越会这么快容许我们的学生回去校园，而是先为他们施打疫苗。这个也是我一直强调的，回去学校上课没有问题，但是前提一定是要为我们这些同学，而且为我们这些学生施打疫苗，一定要为我们这些小朋友他们这些青少年他们至少施打第一剂疫苗，才能够允许他们回到校园。你看现在职场也是需要打2剂才可以上班嘛，对不对？你去15的这个菜市场也是需要至少打第一剂才能够进去买菜啊。所以校园我觉得也应该要这么做，没有错的。那么底下的说什么底下的我看到这个拍了John Ting 拍了发给谁那个是我相信你是说到这个我相信你是说这个吧，对不对？这个就是刚才我说的，你拍了后你要发给，如果你这个有问题的话，你可以上载刚才我说的这个热线，这个热线透过这个热线 WhatsApp 给这个事务卫生部这个上面只负责事务这一块。那么如果你是古晋的、名都鲁的、梅里的，你可以去询问一下你们的那边卫生部的热线是多少，赶快跟大家分享。Digital Cert 上的资料不对，John Ting， 如果你的 Digital Cert 的资料不对的话，你就是做这回事了，你就是透过我刚才给你的这个号码，老板，这个号码，这个刚才那个热线，你可以直接 WhatsApp 给这个事务卫生局，好不好？我看基本上是这样子梅里区当离副，梅里区是不是联络梅里区的 KKM？ 是的，没有错。如果你是在梅里区的，赶快联络梅里区的 KKM， 他们绝对是有他们一个热线号码，我相信这个是全沙统一的，所以希望大家各地区的朋友们，你们可以前往去询问一下你们当地的 KKM 他们的这个热线号码多少。赶快，如果有问题，赶快发给他们。我知道在现场的有些的你们的年老的父母可能他们对这方面不熟悉所以希望拜托大家帮忙这些老年人去透过这个WhatsApp热线帮他们解决这个问题一下，好让这老人家可以放心，好不好？所以我基本上我看overseas search acceptable overseas Robert Nikon。Overseas 基本上我是在聊的不是跟 Overseas Certificate 没有关系，因为主要我是针对这个 MySejahtera 马来西亚的这个疫苗施打电子认证的问题。OK，
请问下丁心意啊，现在思无过去8M8丙都路过去名都路，在名都路回来有什么手续吗？这个基本上就是这个警察的认证你需要，警察不是认证，警察的 permit 移动准证你需要警察移动准证黄静英，我21号回到事务隔离2个礼拜后，要怎么联络预约打疫苗？不需要，这个是很好问题。今天我也收到一个同样的问题，就是他们从外面回来了，隔离还没打疫苗怎么办？没问题，不要紧张。你隔离做完了，你隔离好了出来了，你可以直接前往思无室内体育馆接受疫苗施打OK， 还有吗？所以那些还没有施打疫苗的，不要担心，你们可以直接前往思无室内体育馆接受疫苗接种。去古晋还要申请信吗？去古晋基本上，你如果你可以，基本上你一定要申请这个警察移动准证，一定要申请。如果17岁没有读书了，要去那里打。17岁暂时不能够施打疫苗，要等到下个星期吧，下个星期可能做出宣布就能够施打疫苗了。OK， 好不好？所以希望大家我以上的解说能够帮助大家解决这么久以来困扰大家的这个 MySejahtera 的问题，也在这里跟大家说声抱歉。过去我真的是我也找不到办法，所以在你们应该问了我很多回关于这个 MySejahtera 怎么解决，我都没有答案，因为我本身没有答案，我还没找到一个非常满意能够帮助大家的答案。所以今天我找到这个答案，希望赶快跟大家分享这个课题，也希望大家帮忙，也把这个的视频这个的直播分享给许多的朋友，让他们，因为我知道很多人有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真的需要大家一起团结，把这个讯息，把这个好的消息，把这个思无 KKM 这个 WhatsApp 热线，把它分享出去，让更多人得到帮助这个就是这样子。我们施打疫苗的时候，在这段时间疫苗一起抗疫，我们真的需要大家一起帮忙分享，把一些正能量正确的资讯分享出去。比如说明天我们的流动疫苗接种巴士将会停在新珠安这个情人桥旁边，从早上8点到下午1点帮民众施打疫苗，这个消息也希望大家分享出去这样子我们可以帮助确保思无越多的人施打疫苗希望下个月再加上青少年也有施打疫苗，这样思无就会非常的安全。所以这个其实都是我们每一个思无人的终极的梦想和目标。所以希望大家彼此配合，我们一起努力，一起把这些的很好的资讯分享出去，我们能帮助更多人，好让思无强壮起来，安全起来。我们住在思无开心平安。谢谢大家观看我的直播，多保重。好了，拜拜。